师兄，这消食和糖混在一起，能干什么呀？不懂了吧？3份消食，2份糖，造烟雾弹。啊？这叫天不助人，人自助。小鱼喊我，大将军不好了，小路已被大雾掩盖，那就给我放乱箭！敌军上山了！敌军上山了！给我上！不许后退，给我顶上去！都给我上，别让他们过来！救我！过来救我！原来是个粉面小将。